否一覺甦醒？叫師傅個女，你話係咪揾師傅個女啊？咁佢睇佢打翻兩步，係啊，入係咪揾師傅個女啊？咁啊，真係好啦，係咪揾師傅個女啊？姊妹們，你睇邊個嚟咗？哎呀，師傅翻嚟，即刻講，即刻到。係咪揾師傅個女？講緊你啊，點啊？14號啊，係咪揾師傅個女？係。啱啱嗰個師傅生日，個個興高采烈嘅真係。我哋啱啱出啲就聽到揾師傅個女。我叫佢入去問下你哋係咪要揾師傅個女？好你好嘢啫！所以咧，我日日都要睇下師傅，佢照嗰條絲啊，係啊，嗰條蓮藕絲啊，嗰條蓮藕絲啊，係八七師傅冇㗎，師傅就幫師傅揾咗先啦，喂。我俾佢啊，我俾佢啊。但高水啲嘢。師傅話佢唔緊要啊，最緊要行靚。冇錯。阿師傅想唱咩歌啊？師傅。音樂細聲啲。細聲少少啊，細聲少少。主望你天高，大恩水上路，希望一生的進步，捨身到最後，死蔭主甘草，最洗天龍路。基督恩典要眾數，真光照迷途。願憑主歡樂，願生歡樂路，十方變精怪，耶穌你係至寶，主愛比海濤。大恩似浪濤，有愛歡欣快樂永好，主恩世上無。多強主恩高，做主的門徒，彼此關心，建立友好。宣告福音好，共走愛路途，真心相關創造美好，家家樂陶陶。男人可以路，永生必不到。萬世千秋宣告，耶穌你係最好，訴説主恩膏，像走美